大家好，今日就想同大家講下有關較早前莊雅婷參選港姐嘅報道。其實起咗2日嘅時候，我都有諗過好唔好講呢個嘅題目，不過因為有事就放低咗。點知今日睇新聞嘅時候，又見到阿麥美娟走出嚟講呢單嘢，所以我又忍唔住想講下。咁原來美娟就好細心，留意到阿莊雅婷喺參選港姐嘅時候，曾經用咗幾包紙包飲品去招呼啲記者。所以就會調查下呢啲紙包飲品係咪用緊區議會嘅公帑。我自己就唔知現場嘅真實情況，唔知現場係咪有5萬名記者呢？咁一包375毫升嘅高級檸檬茶呢，就大概要5蚊一包。咁你話加埋，如果係有5萬名記者嘅，咁就大話使咗25萬公帑噶啦。咁不過可能我睇啲新聞唔全面啊。其實我就覺得現場記者最多都係10幾個，咁就緊要啦，涉及到幾十蚊公帑啊。咁大件事，梗係要你開翻個會或者開翻個紀律聆訊啦。咁就集齊幾十個，每個月都以萬計薪金嘅議員去追究翻冇咗幾十蚊嘅公帑。我覺得呢啲嘢呢就好有意思嘅。幾十蚊就係少啊，原則係大啊嘛。如果真係發現原來佢買啲幾十包嘅紙包飲品，其實唔知要唔要揾埋律政署推埋上去法庭度，咁先係公正公義啊嘛。咁講翻莊雅婷，佢之前其實都出咗 IG 貼文啦，就宣布自己退選港姐。不過成個 IG 貼文其實就冇特別講自己做錯啲乜嘅。嗱，我貼出嚟俾大家睇。不過大家係咪好多字唔想睇呢？我都係簡單嚟講，阿莊議員就覺得呢次呢件事可能係佢嘅解說工作做得唔好，解說得唔好咋，冇話過本身件事有冇乜嘢問題噶。即係其實而家好多其他嘅人唔明白佢嘅正面意義。你知道一個人冇人明白自己係幾慘啊？而且喺佢嘅貼文當中呢，都提到。佢只係想揾一個方法更易入人心，所以先會走條不尋常嘅路。咁不過 IG 貼文當中呢，其實就冇講呢條不尋常嘅路係咪就係講緊選美，自己加啲想象力咯。此外，莊議員喺 ID 貼文中亦都提到，佢嘅團隊都認為佢哋應該根據社會嘅認知，保護區議會嘅形象，守護初心，遵從內心，所以就決定退選。對於嗰啲乜嘢初心啊，乜嘢內心啊，其實我諗除咗佢本人之外，sorry， 我都唔係好知係乜啊。咁至於你話區議會嘅形象，我覺得莊議員又唔使自己一個人孭晒嘅。個議會嘅形象係點，大家自然有個明白啦。唔係你話抹得黑就抹得黑嘅。咁調翻轉講啦，啲壞人唔會話你話佢係好人就係好人噶，係咪？咁同埋莊議員都顯示佢真係走喺社會嘅尖端嘅。講到尾，而家佢做嘅嘢就係超出咗社會嘅認知，行得太前啫。咁呢啲由細到大，阿媽都教我哋要行得前噶嘛。你唔明白又唔代表我有錯噶喎。其實抽翻出嚟睇咧，我見啲議員咧，每一個都會搞好多嘅社區活動啦。咁搞活動嘅嘢，梗係唔少得飲飲食食噶啦。咁可能阿莊議員見到人哋都係咁搞，咁而家自己都係行緊一條不尋常嘅路去工作啫。而且亦都冇話記者唔係市民啦。咁好似其他人搞活動咁樣派下飲品俾市民打好關係，搞好工作。點知咁多人唔明白自己嘅啫，成件事真係令人傷心痛哭啊！自己只係為咗工作，竟然受到其他人嘅唔理解。我覺得既然咁覺得自己冇做錯嘅，應該繼續同其他嘅人進一步嘅解說，就唔好放棄呢條咁有意思嘅路，拎翻晒嗰啲初心啊，本意出嚟做自己認為正確，但係只係行得太前嘅嘢。咁我哋政府唔係一路都要講我哋要好有前瞻性嘅咩？我反而就覺得莊議員呢個咁有前瞻性嘅做法，正正係配合咗政府嘅需要添。所以莊議員千祈唔好放棄啊！人哋講幾句就放棄，咪保持唔到初心咯。好啦，今次嘅題目講到呢度啦，遲啲我睇下有冇乜嘢社區活動係有免費紙包飲品去參加下先。再見啦，各位。